Amen.
上主做王掌权，你用威严做三清。上主用威严做三清，用气力做大华。你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无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民中的万族啊，就将荣耀、气力归予耶和华。拢归予耶和华。咱即时来吟圣诗278首，信徒自集主殿堂，主圣殿。信徒自集主圣殿，
请咱游园徛地，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做你的上帝。第六届。恁若三听，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即时三甲来启用。启问文第29篇就是诗篇119篇，行为无通指责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上主的教示。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寻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甲要碎去，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，求你互我无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咱即时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要塞，阮的拯救者，阮的上帝，阮的石盘，阮要倚靠你。你是阮的盾牌，救阮的溃烂，阮的堡垒。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作为大个奇妙。万王的王，你的道路公义真实。上主啊，什么人无敬畏你，敢无荣光你的名？因为只有你是圣，万国拢会来伫你的面前敬拜你。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。感谢你赐愿救恩、荣耀、权能、尊贵、智慧、见识、溃烂。明白真理，心思洁净，言语清气，讲造就人的话，竞选阮伫你的圣工有份，互阮及时得到帮赞，将阮放伫悬的所在，享受长岁寿，人捌看见接受倚靠基督的恩典，无人会当控诉定罪阻挡阮。也无法度过离阮伫基督内的疼，无互魔鬼留余地。哈利路亚！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互阮在座的智慧，赦免阮亏欠你的荣耀，破坏大自然的无知，信心软正，听心不足，袂记得你的名，无凡事求救你，无看见别人比家己较好。无亲像基督的奴仆，对心内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顺服伫你，恳求你彰显阮稳重的罪，互阮会当诚实洁净，应神益人。感谢你的怜悯、扶持甲赦免，感谢阿爸爸上帝，
互世间人认捌你，悔改来归上主。恳求你大能的圣手，互战争消除，灾难减免，瘟疫消失，道德价值观无地教沉沦，世界各国无饥荒，百姓会当食饱，各种的资源无被破坏。感谢你提升台湾的国格，互世界看见阮，使互阮台湾的政府看见人民的需要，改革社会制度，照顾百姓。愿台湾2024年要选举由主掌权，伫选举期间价值观无被破坏扭曲，使台湾人的百姓有辨明是非的能，知治罪出自私心，治罪为着正百姓的公义咧操劳，投出公义的一票。感谢你，祝福你的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是真正的基督徒团结，毋是基督徒俱乐部，是得到你隐藏的玛纳的教会。信徒拢穿着白衫，甲你同行，名登记伫生命册面顶，得到你所赐的荣耀，甲你同坐道。各位同工，你赐下清洁的心，甲无亏欠的良心，无虚假的信心，生出来的听智慧快乐，为着你来做，荣耀归于你。阿们。愿上赞、荣光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能、快乐，归于阮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这时，圣歌队要用5万的道路带咱来敬拜。
共读圣经，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1节。安尼，遐个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，因为通过基督耶稣，遐个使活命的圣神的法则，已经有解放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。因为人的本性软弱，律法做袂到的，上帝有做成，以切家己的囝，处甲人共款的犯罪的本性，宣判人本性的罪做有罪，来处理罪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，会当实现伫咱遮个无照本性，是照圣神的引带得生活的人。因为顺脱本性的人，意向本性的事；毋过顺脱圣神的人，意向圣神的事。意向本性，结果是死；意向圣神，会得到活命和睦。安尼，意向本性是抵挡上帝，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，其实嘛无法度顺服。顺服本性的人，袂当互上帝欢喜。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咱内面，咱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点伫咱内面，虽然咱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上帝的神会互咱，因为咱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这个神伫恁内面，这位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，会通过点伫咱内面的圣神，互咱为死的身躯得到活命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：游戏人生才好顺服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当阮自执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阮同齐领受你的话，由你用你的神踮伫阮内面，帮助阮明白你的教导，也帮助阮，互阮勇敢向头前来跑走，踮伫每一日，阮活出甲你同行的生活。愿主用你的话刻条踮伫阮众兄弟姊妹的心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听这大家平安。咱踮伫人生中间，咱常常甲人咧请拼，咱嘛一直想要赢。逐摆咧看运动比赛的时阵，咱嘛不断咧看一项事，就是每一个运动员想要得到胜利的时阵，因会用尽一切的气力踮伫遐咧训练，牺牲济济的享受。无法度甲亲人相见面，无法度甲朋友做伙出去佚佗，因为着要赢。毋过，伫每一摆比赛的过程中间，咱所在赢的机会较济，还是输的机会较济？我毋知咱安怎看。面对每一个比赛，恐惊输的人拢比赢的人较济，敢毋是？输的人拢比赢的人较济。我囡仔就爱拍棒球的，拍棒球咧打击，永远都是失败的机会，比你成功的机会搁较济。所以，人无论安怎努力，拢无法度去保证讲，咱一定是赢的这边，一定是成功的这边。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更加去看到这件代志。若是照安尼来看，保罗恐惊是输的这边吧？毋那是保罗，包括耶稣。可能嘛是输的这边，因为因拢受到迫害，因踮伫世人的眼光来看，因拢是输的。通过罗马书，咱嘛不断地看保罗安怎想这件代志。咱所在的罗马书，其实咱若是认真读罗马书，咱就会看到讲，保罗用足侪神学的讨论，用足侪这个文字咧讲，到底伊的信仰是啥物？伫一开始，伊用一个真特别的身份来定位伊家己。
伫罗马书内底，伊讲伊有家己有两个身份，头一个是奴仆，第二个是使徒。其实踮伫伊足侪遮个批信内面，伊足少共时间讲伊这两个身份的。这两个身份有啥物意思？一方面，伊是一个上帝真特别要重用的工人，所以伊是使徒，伊受调爱来宣扬基督的福音，这是重要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伊阁真清楚向大家分享讲，我是一个奴仆。既然我是奴仆，安尼，我的任务宣扬基督的福音，但是一切所做是归因光给上帝。一切因光未在伫我，这是保罗对家己的定位。其实这嘛会当成做咱一个真深的反省。咱做一项事，咱到底是期待因光踮伫咱家己的身上，也是真正归一切因光给上帝咧？当然，咱深信的是，咱将一切荣耀归伫基督。不过，这款的价值，毋若踮伫咱的时代。踮伫罗马，这个价值观是完全无法度会当甲因对抗的，因为罗马就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嘛。伫一个世界的中心，逐个人要追求的当然是我会当出名，我会当成功，我会当赢。所以踮伫罗马，侪人想要爱的就是我会当比别人搁较好，我会当趁大钱，我会当有搁较济的地位。对罗马人来讲，因听到讲有一个人要宣讲福音的时阵，迄个福音是啥物？迄个福音绝对是，福音绝对是迄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等于是迄个世界中间上界有权力的人，迄个整个世界中间上界有地位的人，所以因会认为讲，你今仔日要讲信福音吼，应该就是爱信奥古斯都吧。应该是爱信这个罗马皇帝吧，结果无想到讲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是另外一个完全无共款的规则，所以伊才会踮伫遮咱讲两个法则，一个是本性，一个是性情。咱的本性就是安怎追求我会当比别人搁较好，我会当赢过别人，踮伫这个世界的价值中间，我爱赢。但是事实上，就是咱无法度赢。事实上，就是当咱愈想要赢的时阵，咱愈会陷入踮伫失败的这个迷宫内面。所以我会形容迄是一个迷宫、做迷宫共款。咱一直想要赢，一直想要超找着路，照咱的本性，照咱家己所要爱，一直挖，但是迷宫到上尾啊，就是安怎？你安怎踅，都是踅袂出来。愈想要靠家己本性的想法，一直去超找着新的路，你就是愈找袂出来。有当时咱踮伫边仔咧看囡仔，若是咧耍迷宫的时阵，咱有啥物看法？徛伫边仔看较简单对无？徛伫边仔看拢足简单的，讲这囡仔吼，到遐搁挖一个，遐搁挖一个，安尼毋都出去啊？徛伫边仔看拢真简单。但是，当咱真正进入踮伫迄个游戏内面，进入迄个迷宫内面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讲，代志敢若毋是我所想的遐尼简单呢。我嘛会亲像遮个囡仔共款，想要靠我家己的判断去挖遮，搁挖遐，结果就是一直踅，拢踅袂出来。保罗所形容的，这个就是本性的法则。一直想要挖靠家己的想法，踮伫遐咧踅，空踅。踅袂出来，无法度超找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，所以伊才会讲，这就是照律法咧行的时阵，行到上尾溜，咱就是面对死亡这件事。这就是保罗踮伫罗马书内面一直咧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思考的问题，一直想要赢，一直想要挖靠咱本性的法则，结果踅到上尾啊，就是全部的人拢行往死亡的道路，安怎拢超找袂出来？咱就会问：为什么保罗看会出这件代志对无？为什么保罗会当清楚这件事？当然，这就是伊对伊家己生命的反省。对过去来讲，伊嘛是共款咧追求要赢过别人的人，所以伊会去撇开基督徒，
伊会想要踮伫整个宗教的体制内面，比别人搁较好。到伫伊拄着耶稣迄碟，伊才开始发现讲，原来我过去所行的代志拢有问题。原来我过去认为讲，我照安尼行，我就会当找到这个迷宫的出路。结果无想到我安怎说，原来我干那是迄个目睭，那亲像互人看的共款。当伊拄着耶稣的时阵，伊才清楚知影讲，我踮伫即场人生的游戏内面，安怎说拢无法度找着迄条通往生命的路。本性就是甲上帝咧对抗。本性的法则，咱就是咧抵敌上帝的路。到伫上尾啊，咱就是迈向死亡。无任何一个人真正是赢的。但是这嘛是咱伫这个时代逐个人的考验。因为咱拢真惯是迄句话嘛，就是我无介意输的感觉，逐个人拢无介意输的感觉。即句话表明每一个人踮伫咱的本性内面，咱拢追求想要赢过别人。但是每一个人拢想要赢过别人，啥物人会是输的呢？到底啥物人会是输的？带囡仔咧耍游戏的时阵吼，大概我拢会讲2件真重要的规则。带囡仔咧耍游戏的时阵，头一个规则拢爱甲囡仔讲吼，请大家要注意，请大家等下咧耍的时阵，绝对爱足认真耍的，对无？要耍游戏绝对爱足认真耍的。若是一边无要认真耍吼，等下就袂好耍啊嘛。所以当咱安尼甲囡仔讲的时阵，囡仔绝对拢讲无问题，阮绝对会足认真来耍的。但是吼，讲煞了后，搁爱甲囡仔讲第二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是啥物？你爱足认真耍的，但是你嘛袂当伤过认真耍。你爱足认真耍的是第一条，第二条就是你嘛莫伤过认真来耍。为虾米？因为若是伤过认真，一直想要赢，咱带囡仔就知影，通常带囡仔到上尾也因会安怎？通常到上尾一开始耍了足欢喜的，愈耍愈欢喜，耍到上尾就准备要冤家啊，就准备要冤家啊，所以绝对会甲囡仔讲第二个，你千万毋通伤过认真。一方面你爱足认真咧耍的。因为你若无认真咧耍，你就无法度，逐个人都无法度对这中间得到趣味。但是你嘛袂当伤过认真。当你伤过认真，逐个人拢想要赢的时阵，到伫上尾啊，绝对逐个人拢开始冤家。冤家了后，通常爸母就安怎？遮做过爸母的应该拢有即款经验吼。看遮个囡仔就开始耍啊足欢喜的，耍到上尾啊，逐个人拢开始冤家的时阵，这个时阵爸母就安怎？恁全部去边仔罚站，全部去边仔罚站，全部去边仔来发车开始咧处罚。所以到上尾啊，无人是赢的，所有人拢输啊。其实咱这个时代就是安尼，逐个人拢想要赢，但是逐个人拢想要赢，到底啥物人会输？逐个人拢想要赢，算到上尾了，咱就会发现，原来所有的人拢输啊！即礼拜中间，咱有看到即个新闻，逐个人拢注意即个新闻，就是迄个白饭到底是啥物代志？逐个人拢想要赢，迄个白饭的代志，逐个人拢有看到。差一礼拜的时间，所有的人拢想要赢，做草顶的代志，看起来逐个拢无看电视嘛。做草顶的白饭的代志，甲学生咧冤家的代志，逐个人拢想要赢。咱就看到，逐个人拢想要赢，逐个人拢一直讲我是对的，逐个人迄边就随讲我是正确的，所有的人拢加伫这内底，到伫上尾啊，咱发现所有的人拢是输的，敢毋是？学生嘛输啊，这个店嘛输啊，学校嘛输啊，包括咱每一个人嘛输啊。因为咱为着一个真无聊的新闻，差一礼拜，逐个人拢是输的。这就是咱的性命，照本性的法则，逐个人拢想要赢，
大家人拢认为我家己是正确的，咱就踮伫迄个迷宫内面，安怎洗安怎洗，愈洗袂出来。啊，大家人到上尾就感觉莫名其妙，为什么咱要为着一个餐厅备饭的代志差一礼拜？啊，大家人就缀伊咧看，到底要差到什么时阵？所有人拢输啊！这是咱的性命。其实愈想要赢，到上尾啊，咱就拢输。咱拢算一个无任何人赢的游戏。赢的人看起来是赢，实际上是输啊。输的人也继续踮伫一个恶性的循环内面，安怎做拢找袂到出路。保罗一直咧讲这。较多的引诱，就是咱会行入去本性的法则。无任何一个人会去问，到底我的性命要安怎行？无任何一个人会去问，到底基督的心所看的是甚物？保罗踮伫第8章，伊第1节真清楚讲：安尼，遐个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。伊第1节讲了真清楚，遐个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未受定罪，这是一个真明确的宣告，就是要行出这个人生的迷宫。伊提醒咱一件事：咱爱甲基督耶稣结连，通过耶稣基督，咱已经赢过死亡，赢过本性，赢过咱的罪。这是伊清楚的宣告，也是伊的劝勉。伊鼓励踮伫罗马城内面，这的兄弟姊妹，爱照着圣神的法则，活出伫基督内面新的活命。所以伊清楚表达这两边啊，一个就是本性，一个就是圣神。若是照本性的法则去行，行到上尾啊，咱就是踮伫迄个迷宫内面，安怎洗安怎洗，你永远洗袂着出路。若是照着圣神的法则，就是军队基督的人生。虽然咱看起来爱行一条输的人生，看起来爱输，但是踮伫迄个输的过程中间，咱会真正赢，对无？所以台语迄句话讲了真水，讲啥物？台语讲了真清楚，就是输输啊赢。所有的代志是输输啊赢，所以输输啊赢到底是赢还是输？输输啊赢就是赢嘛，这就是保罗真清楚咧表达的，照着圣神的引带，输输啊赢。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到上尾啊，互人定死伫十字架，看起来是输啊，但是实际上是赢，因为对死国外的性命，互咱看见上帝的拯救。咱也是安尼，对耶稣的性命。经验迄个对死国外的活命，看起来是输，实际上是赢。保罗的性命也是同款。保罗对迫害基督徒，伊原本照着迫害基督徒，伊就会当得到真权的位。到伫上尾啊，伊选择爱改换伊的路线，看起来也是输，但是踮伫服侍上帝、军队上帝的过程中间，伊体会真正的活命。伊真清楚咧表达一件代志，咱每一个人所受罪甲死亡的捆绑，比咱家己所想象的搁较济。伊讲了这句话讲了真深哦，就是咱每一个人受到罪甲死亡的捆绑，比咱家己所想象的搁较济。但是啊，这句话嘛还未讲了，但是。咱踮伫基督耶稣内面所得到的疼甲自由，嘛比咱所想象的搁较济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福音，就是咱每一个人，其实咱拢受到罪甲死亡的捆绑。咱会讲基督徒，咱拢会讲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但是保罗讲啊，咱所受、咱所做的罪、咱所犯的罪，比咱所想象的搁较济。济到咱无法度赢过这一切，济到伫咱无法度行出这个迷宫。但是伊嘛清楚讲啊，基督的疼甲自由，也比咱所想象的搁较济。
就是照着基督的疼甲自由，互咱会当行一条自由的人生、得胜的人生。看起来是输，实际上是赢。这就是圣神的开力，圣神的开力推动咱行伫这条活命的道路中间，互咱看起来有困难，看起来真软弱，但是又原有生命的力量在向前跑走。所以罗马书内面，伊几个所在真清楚讲到底什么是福音。伫第1章17节，保罗伊清楚知影，因为信，通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，要得到活命，就是因信称义。因为信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，所以迄个义是啥物？咱甲上帝会当有合宜的关系。人所领受的福音是啥物？就是咱承认人是犯罪，亏欠上帝恩光，但是通过上帝白白恩典，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这是福音，这是保罗所对咱讲的，咱会当过一个甲上帝合宜的生活，咱会当过一个甲人合宜的生活。所以咱会发现讲，伊会讲身体这件代志，伊会讲肉体这件代志。伊咧讲肉体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嘛咧强调讲，咱的信仰毋是爱咱过伫一个甲这个世界无关系的生活。伊所咧表达的是，咱就踮伫现在，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甲咱兄弟姊妹的交陪中间，咱同齐咧见证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团契。所以，甲耶稣基督的结连，咱袂受定罪，咱会过一个自由甲有愿望的人生。耶稣基督的活命就是事事啊赢。咱硬要通过本性，咱就是踮伫这个世界，逐个人拢想要赢，都无人会当赢。事事啊赢，咱就看见圣神的引带甲带领。所以这是保罗所赐予咱一个新的愿望，也带予咱看见咱所爱看的异象到底是啥物。咱的圣歌队真认真咧练习，其实圣歌队逐摆咧练习咧献诗的时阵，拢咧表达事事啊赢这个道理，咱敢知？因为每一步若是拢想要赢，敢会听？4步若是每一步拢想要赢，敢会听？就可能就歹听的。4步，逐个人拢想要赢，就歹听。啊，但是逐个人拢输咧。逐个人拢输，咱就会看见一个新的画面出现。所以我古早咧唱圣歌队，我妈妈咧教阮唱歌，拢讲，你有一个真重要的，你爱互人感觉听袂到你的声音。你爱感觉互人听袂到你的声音，当你咧唱合唱的时阵。你爱感觉，互人听袂到你的声音，你爱，就是你爱经验一个对死国外的见证，就是咱的声音是咧吟诗，是咧唱，但是咱必须爱踮伫整个的合声内面死去，咱才有法度得到一个新的画面，这就是事事啊赢。所以其实咱逐摆透过咱咧吟诗的时阵，咱咧做礼拜的时阵，咱拢咧学习这件道理。特别踮伫长老教会内面，咱嘛透过圣诗，当咱咧唱无共款的分部的时阵，咱是透过咱咧吟诗表达这份真理。就是咱拢是踮伫军队基督的过程中间，通过基督耶稣结连做一伙，咱的声音听起来是死去。但是踮伫基督内面，咱看到一个和谐的声音。所以，这踮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，看起来是游戏人生。但是，这个游戏人生是咱知影，咱顺从基督的带领。这个游戏人生知影讲，咱顺从基督的带领，互圣神运行踮伫咱中间，会当活出真正的热情。互咱会当活出一个新的活力，互咱会当不断地见证。过去这礼拜中间，咱的夏令营咧，咱的老师同工足努力咧带这个囡仔。头拄仔咱入来教会时阵，咱看到边仔两边有一寡
你看起来毋知迄是啥物的物件对无？看起来毋知影迄是啥物，因咧耍游戏，因咧制造一寡新的乐器。啊，老师咧设计的时阵，有一个真重要的想法，就是伫咱的生活中间有足侪物件，咱使用了，咱哪亲像都要甲伊单掉。咱若无要用啊，也是歹去啊，咱就想要甲遮个物件单掉。但是咱的老师咧设计的时阵，因咧思考讲，咱敢会当带遮个囡仔，或遮个看起来是垃圾，看起来是废物，会当再利用，会当重新去思考讲，遮个物件会当怎样创造新的价值。所以，咱遮个老师就真努力，带咱的囡仔伫遐咧做新的创造。所以有的囡仔就制造出新的迄个游具啊，会当丢沙包啊，会当咧弹珠台啊。啊，有的囡仔开始咧做乐器，所以可能会当造出无共款的声音。这拢咧表达一件事：咱的世界对咱所讲的是物件、旧啊、物件、歪伫啊，都会当单掉，都会当卖阁使用啊。反正咱会当继续阁消费。咱会当继续阁买新的物件，但是点伫耶稣的听内面，耶稣所赐予咱的新的眼光是，咱怎样予咱遮个所看无需要的物件，会当发挥伊新的价值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礼拜中间，咱期待带咱的囡仔做伙想的一个功课，互咱的囡仔嘛咧学习，看起来。别人无爱的物件，但是通过上帝放伫咱中间所做，咱会当互伊有新的画面。咱一直拢咧学习对事搁活的愿望，咱一直拢咧学习对事搁活的功课。所以迄个顺从，毋是照律法所讲的，你应该爱安怎，你应该爱安怎。迄个真正的顺从，真正的顺服，是因为咱认捌耶稣，认捌耶稣，所以踮伫圣神的带领下面，咱行伫一条对死搁活的道路，咱行伫一条输输啊赢的道路。咱用伤侪时间咧要紧讲，我一定爱赢，无想到讲失败的时间比赢的时间搁较侪。所以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看见一个新的愿望。这个新的愿望就是，咱会当伫咱的身躯边一直看见新的代志发生。所以对遮个囡仔中间，对遮个青少年、遮个老师中间，我看见上帝圣神的作为。即几工真正相当热，所以遮个老师我嘛看因真正相当辛苦。一年比一年的暑假搁较热，所以因带囡仔踮伫外面，伫遐四界咧走动的时阵，我相信因足辛苦的。但是我嘛看见咱遮的青少年，因每一个人得到真大的成长。踮伫陪伴囡仔的过程中间，有的人过去足害羞的，但是即摆会当徛伫正人的面前，即摆会当徛伫囡仔的面前，带遮个囡仔做伙唱歌。带遮个囡仔做伙游戏，嘛看见遮个囡仔一年一年咧转变，一年一年有新的成长。所以其实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时刻，拢一直咧经验圣神的转变。上帝予咱的生命，哪亲像是一场游戏。虽然咱足少安尼想的，但是上帝赐予咱的人生是一场游戏。踮伫即场游戏，咱哪亲像行伫即个迷宫内面，愈想要靠咱的本性，咱就愈行袂出来。只有照着圣神的引带，咱学习去观看伊的作为，咱会看见出路都踮伫咱的头前。所以，就伫咱每一摆，因为感动，咱所流的目屎。伫每一摆踮伫佚佗中间所发出的笑容，踮伫每一摆咱赢过困难所得到的满足，咱拄着圣神的作为，咱知圣神的恩典永远甲咱伫地，互咱的生命看起来是输，但是咱却是赢的。
对死过活的人生是基督的福音。愿咱通过安尼，互人因为咱得到福气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游戏人生在地顺从，拍开游戏人生的开始。一张说明书咧引带来去的方向，咧拼凑咧装这个物件，期待会当迈向胜利。现在这个游戏哪来哪复杂，人生哪迷宫，看起来通往性命的路，却是往绝路咧行。当局者迷，侵犯踮伫其中。意向本性的法则，互游戏出界。那脱缰的野马，伫悬崖底遐向前走撞。意向圣神的法则，互人回归，才知影爱回转，转到伫自由的道路中间。游戏人生在地顺从，因信得到性命，咱必然会得到福气。这场游戏的人生，咱行伫圣神的法则中间，咱会得到活命。请咱通过咱的信息来做咱的回应。信息171首，上帝所赐活命。上帝所赐活命，为何我心勇行？互我归听你所爱听，也行甲你所爱行。游戏人生复杂，亲像行一迷宫，看那我路却是绝路，暗路是迷路路，意向本性化境。游戏超出涵盖，那像野马退迷历所，走不危险侵界，意向星星化境，好人我头回归，基督的心自由的路，路活命可无？游戏人生顺风，因信高我基督，美丽活命高你大可比我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点伫阮的人生中间，阮时常想要赢，致到阮认为阮会当靠阮的本性来过一个幸福的人生，却无想到讲看起来是活路的，却是绝路。总是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有稳定，将你性命的路指示互阮，互阮学习顺服。学习军队，学习领受稳定甲祝福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向头前来行。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
即条咱要来看夏令营回顾的影片，以及咱的校长要向咱报告。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引带，互咱的夏令营的营会会当来顺利进行。咱今年夏令营通过资源回收再利用来做环保创造的活动，互咱的囡仔伫这当中来了解环境中，互人看做是无价值、无路用的物件，但换一个角度。搁一个思考来去改造遮个物，互因真做是有路用的、有价值的。就亲像咱的上帝看待咱每一个人共款。虽然咱原本拢是罪人，但通过上帝的疼甲救赎，日日互咱来得到更新，甲得到改变，真做上帝所喜爱的款式。也互上帝，互咱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咱四周围的物件，来修复咱人甲人的关系，感受到旧的人甲事物，伫旧也是新的故事内底，看见咱家己的价值甲上帝的恩典。真要感谢咱的兄弟姊妹，坐伫营会的协助甲带导。愿上帝纪念祝福，互恁所做工，邀请继续为阮主日学的事工来带导，煞只要做伙来观赏阮的活动的影片，多谢。现在，上帝感谢你，在今天带领我们众孩子们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东门教会来这边来认识你的话，以及透过各种的游戏活动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暑假。求神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平安。我们将祷告透过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先写啊，看要从上到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是1、2、3、4、5、6这样。好了。
来，那过来啊！好，那我们3、2、1，对。结束喽。期待吗？期待。坚持期待。坚持期待。Hello。他直接碰我。老师，教你们的。
遵守你诫命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光明。你最近做是要个人，这是我人生必经望。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得到因世代无煞。阿免。